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闻导数台头先就来报现在。国内伫今日增加211个本土病例，也有26个人死亡。另外，全国3级警戒是延长到6月18。配合3级警戒，学校停课到7月初天，大学指考也延后时间，改对7月28至到30。因为疫情关系，鼓励民众过日节莫回去故乡，高铁代替客运也要到5成民众去退票。今仔日的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14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3个是境外病例，211个是本土病例，也有26个人死亡。另外，全国3级警戒是延长到6月28。指挥中心有要求超商、大卖场、百货公司就要限制人数，也鼓励厂商就要进口伫咧处理着当使用的快筛试剂，赶紧甲感染者找出来。新冠肺炎本土疫情继续滚加，初7增加211例本土病例，男性106例，女性105例，其中新北市82例上济，第二是新北市60例，苗栗县45例，彰化县8例，新竹市、桃园市、平湖县甲基隆市各3例，宜兰县、嘉义县、屏东县甲新竹县各1例。看起来今天跟大家报告的案例是比较少。不过也不排除在礼拜天、礼拜六相关的一个筛检的数目是不是比较低，也不排除这样的一个可能。另外，也增加26例死亡个案，男性20个，女性6个。特别注意是，其中3个采检是无症状，有2个确诊当日就死亡，也有2个是确诊隔天死亡。专家表示，最近确诊了后，快速死亡病例增加，为发病到死亡无到3天就占18%，已经咧做基因检测，各方面来探讨原因。尽量加速让病人可以早一点到医院里面去。那在我们医院的量能慢慢变得比较宽裕的时候，那就让病人早一点到医院里面去。那比较多密集的监测，那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因应3级警戒延长到6月18，经济部也针对超市、超商、百货甲卖场加强3大管制措施，加强管制人流，民众少去买较济，卖场以一人一平为原则。人流伤过大的时阵，采一进一出的方式，出入口要派出人员落实顾客实联制，防体温、确实挂喙암，佮提供顾客酒精消毒。商场也要定时定期来消毒。尤其对于公共厕所、手扶梯、电梯、楼面客席，还有育婴室等等的消费者会接触到的地方，更要定时的清洁消毒，而且要提高频率。但市长强调，3级警戒佮延长，目前有一定的效果。这时阵若佮加重社区管制，付出代价相对提悬，也可能出现防疫疲劳。所以现阶段就是维持现况，争取一条时间，也鼓励厂商进口，互民众用伫厝内底做个快筛试剂，赶紧将确诊者找出来，将乌素降到一个程度，传播链对断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全国的停课措施确定要延长到后热，是因为全国3级警戒是延长到6月28。教育部也宣布讲，全国学校包含幼稚园，一直到7月初2学期尾，拢要改做是线上教学。另外，高中要考大学的大学指考时间也要延后，延到7月28至到30。疫情停课原本充满青春活力校园加安静，安尼情形因应新冠疫情，全国3级警戒延长，会延续到后热。我们就继续停止到校上课，以居家停课不停学的方式延长到7月2号，也就是高中以下这个时间的休业式。全国学校为5月19开始停课，改用线顶教学。即马疫情无转好，教育部考虑全台已经有430个学生染疫，宣布维持到后热。听到消息了后，有学生为厝内底赶去学校，摕无摕走的册。有什么东西都在里面？没有数学课本，想说居然要放到那么久，然后就赶快回来拿书。家长团体认为，实行课程原本只是过渡期的不得已做法，即马要延长，都要检视教学品质。很多老师他可能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他要做远距教学，所以他其实对远距教学这件事情的掌握度没有那么高。可是如果蛮长的时间下去的话，那因为我们考试制度其实没有改变，那我们的加深加广要怎么办？
另外，考生关心的大学指考也确定为7月初3到初5，延期到7月28到7月30这3天办理。每间市场的人数调降到20人这样学测国中会考一间大概是42人，那么以降办的人数来增加每个考生的这个距离达到1.5公尺以上。这一摆只考41321人报考，搁创新低。不过，伫疫情的非常时期，有关爱重视考场群聚风险，事务相关人员会先做疫苗，什么时阵开始做？指挥中心表示会赶紧。不过，这也是只考上路20年来第一摆延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的科技公司发生群聚感染事件，今个增加45个病例，其中监管电子就占44例，已经有238员工来确诊了。虽然讲监管电子伫初六暗时已经恢复上班，不过移工的部分也拢先暂停因来上班。高风险的移工也拢刷去集中检疫所隔离。另外也惊讲目前阴性的是也未列出来感染者，目前也正咧规划第2届体检。礼拜透早去金源电子的大路排长长的机车队，这拢全部是准备去上班的员工。按过门口口警卫爱扫描员工证件才能放行。金源电子部分移工宿舍群聚事件，经过停工48小时，全场大清扫了后，初六暗时已经复工。不过除了外籍移工全面停止上班，本国籍员工也分流上班。所以我们分3组，就2天2天2天，就是1天2组上班。苗栗县测试增加确诊个案有45例，其中金源电子增加44例，超丰电子增加1例。德南这3间科技厂总共确诊人数，金源已经238人，超丰15人，地方是有12人。超丰电子的快筛作业依然在进行，加6月测试已经快筛2997人，阳性有41人，阳性率有1.3%。金源虽然已经完成所有员工快筛，不过算入去也可以做第2摆体检。公司呢，在做这个快筛的时候，其实快筛的伪阴性呢，大概有25%，所以公司呢也考虑到呢这样子的一个层面，所以它的快筛的筛检站呢会常设，而且预定在6月10号、11号呢会再一次的2次筛检。针对金源电子停工的移工，劳动部启动关怀机制，已经接获所有停工移工的电话，适时予因协助。那我们除了进驻了通译的人员来协助这个与移工的沟通，同时我们也播放广播，并且准备防疫包，提供这个移工能够有情绪及心理的支持。另外，金源电子无确诊的移工，其中有800多人是属于高风险，已经刷去集中检疫所隔离。低风险移工就地隔离，希望透过相关的防疫措施，能阻断移工的传播链，和确诊人数能慢慢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82个本土病例，虽然是有较减少寡，不过市长侯友宜也提醒民众千万唔当放冷。另外，顶礼拜伫土城某一间宗教机构发生群聚感染事件，经过发生讲有13个核酸检测阴性的，其中6个人伫今仔日转做阳性。卫生局表示讲，迄是因为有人出现症状，才过来采检的结果。新北市测试新增加82例本土病例，比前一天的160例减将近一半。市长侯友宜提醒，袂当干来看数字减少就放松，一定要做上歹的拍算。也呼吁伫高风险区的市民，无论是毋是有镜头，拢会当前往体检。今天我们看到82，我们要继续更努力，继续更认真，不然的话，我们的波段可能再压不住的话，可能还会再起来。顶礼拜土城某一个长照机构爆发群聚感染，有25个住民加8个工作人员确诊，13个 PCR 阴性的住民，互人安置伫板桥某一个病院。测试早起，卫生局证实有6个检测结果阴转阳，已经安排转往其他病院治疗。土城长照机构拢总有39个人确诊，1个死亡。所以他们以这个 PCR 阴性，但是是接触者的一个模式去做1人1室分仓分流。当这些长者有出现症状，或者在
一定的时间内呢，那医院呢比较小心，就会给他们做这个再一次的裁剪，所以这个并不是前面的这个误判的问题。因为苗栗发生鱼缸大规模群聚感染，进前中和印刷厂也出现鱼缸群聚感染。新北市拢总有97000个鱼缸，是全国第3济，雇用50个以上的鱼缸的企业拢总有80间。未来3天内会完成封市。侯友宜透早完亲身去视察鱼缸的宿舍，希望企业一旦增加快筛预防机制，也甲鼓励鱼缸卖出外奖励。是呼吁雇主可以以鼓励代替限制的一个方式让有发放一些奖励金，鼓励我们移工在放假日的时候不要外出所以这个部分主要还是由企业这边来做一个指引。新北市逐天确诊的人数也是排全国第1，其中蘆洲区总确诊人数有211个人，这3天有明显升悬的趋势。为了找出稳重无症头的确诊者，侯友宜强调，初步要伫蘆洲甲新庄设置2个快筛站，初到我们要伫淡水甲汐止设立快筛站，佮透过大量的体检，将稳重的确诊者甲找出来，也呼吁中央会当互疫情严重的新北加淡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空军，即马也出现病例是一位伫北部空军基地军官6月初1发烧，6月初2确诊。目前含伊有接触的是住共间房间的军官，拢已经伫咧处理居家隔离。目前采检的是阴性的，不过6月初5有出现症状，后来搁再采检，确定是胃着病。含军官带做伙妈妈、太太含3囡仔，目前也当咧隔离当中。目前染疫的或者是在居家隔离的这些同仁，我们也一直在督促他们一定要遵守政府的规定，必须确实做好这些防疫的作为，来确保我们的攻防战力。空军表示，6月初1就针对营区进行大消毒，要采检所有的接触者，目前拢是阴性的，包含空军这2个胃着病军官，目前军方已经有7个人去胃着病为着卖互民众伫咧5日节的时阵登记拍走，台南市长黄伟德也提出讲外地回乡的检举奖金，所有人认为讲安尼做法是无妥当的。另外，政府也呼吁民众伫咧5日节的时阵卖登记故乡，这个效果也渐渐出来了。亲像高铁代替连客运，也拢有8到5成的民众去退票。拜透早台铁台北站大厅进出的人无济，也是有旅客来遮订票，嘛有人来遮退票。这几天各界呼吁民众5日节莫来离开即马所住也是工作的县市，以免疫情扩大，初步得到旅客认同。台铁、高铁甲国道客运5日节连续假期车班陆续有人来退票。高铁的部分5日节所运5天的定位人数是为礼拜的5.6万人次，降到4万多人次。另外，继续有旅客伫退票当中，高铁嘛表示配合着防疫态度，除了退票免收手续费，另外每一班次的平均座位利用率会来降到2成以下，并且会用每回座的方式来分散座位。台铁部分连续假期所卖票原本是13.6万张，到6月7号透早8点为止，已经退票超过10万张，敢若剩2.9万张，退票率差不多是7成8。台铁端午连续假期自5月14日开放订票以来，更新统计至今日上午8点，整体售票张数已由原先13.6万张下降至2.9万张，整体退票率为8%，整体客座利用率为5.07%。公路部分包括着西部、甲台北、花莲连续假期所卖票，原本6月4号统计是11704张票，占规个会当卖座位数超10%。到6月7号透早统计已经降到5922张，占规个会当卖座位数的比例嘛降到6.3%。整体来看，这退票比例将近5成。另外，台南市长黄伟哲嘛来宣布，鼓励北部想要登去台南民众来退票，年底进前会当摕到这退票证明，到区公所来申请奖金。新来票200块，嘛鼓励台南乡亲来垦一寡登去台南的人，爱去体检，佮提出1万块的奖金。不过嘛引起着质疑讲，敢是变相来鼓励有镜头的人到台南去体检，佮有通报者一人会当分5000块，安尼讨论的。那如果说确诊的人比居家检疫的人更严重，他还趴走的话，行政法则还有刑法的适用是更重的，而且是得不偿失。为了跟人家均分1万块，可能分个5000块，可是这个自己可能会被罚20万以上。黄伟哲进一步来说明，加护联防不是要大家检举，是鼓励北返的民众会当主动来参与体检，嘛无希望安尼民意扣人扭曲。记者张志宏、张志佳、温正贤台北台南报道。
行政院的纾困4点控方案第一批个人纾困金初时开始发，第二批就是生活津贴，今仔日开放网络登记，结果一开放网络就塌掉咧，一等就是几落点钟。劳保局也呼吁民众讲，7月初5之前拢会当登记，请民众唔免着急。想要看家己有符合纾困申请标准无？结果到劳保局的网站一个查，至少都要等1点钟，这还阁无算久，因为有的人一个等都要超过1天。他发现说有纾困的相关专案申请的时候，他就会急忙的想要来了解。那显然是劳动部、卫福部其实并没有在这一次在民众纾困的这一块汲取去年的教训，在预算中预先编列相关的我们在网站开发或 App 的预算。立委讲，伫去年纾困振兴的方案内底，已经有出现这款塞车的现象，结果今年无法度登录的场面又过来上演。纾困对象有扩大，较去年增加了84万人，所以导致我们的双卡验证的机制这一个路径是拥塞的。从6月7号凌晨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百万人上来查询，可以考虑采用自然人凭证的方式来进行登录，是完全不会拥塞的。劳保局回应讲，系统有分自然人凭证甲免插卡的双号登录方式，而且线顶的登录会当刷咧到7月初5，民众免伤过头急，嘛当来分流作业。也若针对这回的纾困，公教团体因来声明讲，这对这边受到冲击的劳工，因的赞助还阁无够额。受雇劳工要循既有的管道拿到这些纾困，它全部都是绑定雇主的主动权。只有雇主有主动去申请跟通报纾困的权利。那第二个是这些资讯其实非常的不公开，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雇主到底拿了多少钱，用了什么名目。公道团体呼吁讲，政府要公开这个企业的纾困资料，嘛要互劳工申请纾困的发动权，而且嘛认定讲要直接甲拨互劳工。还佫要来制定部分工时劳工的补贴方案，同时嘛要落实提纾困唔裁员的政策。因若这对防疫的基础产业，嘛要含产业工会来敲策，唔通阁互这劳动环境变甲遮尔恶化着。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金融业最近也一直传出病例，富邦金控是走大生，宣布要成立富邦的台检站，要来协助员工进行快筛，一个月通好快筛1万人次。另外，中华银行伫台北市有2间银行，台中银行伫咧湘北地区也有9间分行，所以拢因为疫情的关系，即马要来缩短营业时间咯。办公楼前空块所在挂采检区的字样，涂骹也清楚做出标线，互等的员工应保持社交距离。入口报道快筛所在有透明隔板，有单独空间的隔离性，这是富邦金控所成立台检站，协助员工快筛。有个台检量能每个月有1万人次。我们在这个筛检站当中呢，有安排了2位专业的医事人员。那这2位专业的医事人员呢，预计每个小时可以筛检30到40人。那每一天8个小时来说的话呢，我们一天大约可以筛检500位同仁。富邦表示，台检站除了有医事人员进驻，更甲附带病院合作富邦快速 PCR 检测通道。若快筛结果阳性，会安排坐防疫计程车到相关合作病院做 PCR 检测。另外，进前中华银行南港区下园区分行、甲成功分行，拢同步员工确诊。为了维持金融的营运，同时确保员工甲客户健康，所以为6月初7到10时为止，这2间分行营业时间调整加早中到12点到下晡3点半。觉得不方便了，但是我是现在很少那个，就除了存款、领款。不是弄小额的话，大额的话，你小额可以用机器转账啊，所以我觉得当然是不方便啦。台中银行也考虑疫情严重，自6月初7开始减少9间伫湘北地区分行营业时间，分别是台东、中山、内湖、新店、土城等9个分行，营业时间是早起10点半到下晡3点半。每一个人发5000块的防疫津贴，互坚守工作的员工实际鼓励。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台北市今仔日是增加60个本土病例。市长郭文德认为讲，社区内面有有感染源，若准来放零，恐惊会搁再压起来。另外，国内目前有2种疫苗通好做，有的医护人员是想要经疫苗来做。郭文德也讲，伤侪种通好经会出现问题。
本土疫情爆发以来，台北市的确诊案例呈现缓和，初七的新增案例已经下降到60个，也毋过市场关问题认为，确诊案例为网价向外拓开，平均散开22个行政区，更加指出，伫全台北市拢有稳重性感染源，只要一放零，疫情将个回复。也个以我近的泰国为例，泰国的发展的趋势跟台湾简直就一模一样。他们也是在移工的宿舍，你知道吗？有发生那种大的群聚的大规模感染哦，那市场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感染途径。我看哦，在泰国发生的哦，台湾还没发生的，还剩下一个监狱。也个有日本东京也是，国民党强调目前防治疫情的策略也是无改变，以上加行政成本维持3级管制，经过全民主疫苗，影响未来可能大规模的主疫苗。北市卫生局初步选定4个场地，伫圆山的恢复经验馆、和平篮球馆、台北体育馆甲小巨蛋。也毋过国民党也是希望，若讲病院诊所等地无法度消化，才会用到大型的场馆。也毋过这也要看中央配发疫苗的速度。现阶段除了 AD， 也个有头一批15万的莫德纳疫苗，将配送到各地方。传出有医护想要经疫苗做，和国民党讲品牌伤济也是大问题。你到底要不要给他选疫苗的机会？还是这个的确是个问题的。所以这样呢，我们照册的打，反正就照册嘛，要打的就一批批上来，所以这打没有问题。我倒觉得在医院那些疫苗要打就打，不打干脆缴回来算了，给那些要打的人打。鼓励全民主疫苗，中央甲台北市拢讲要提供免费做，中央更加指出变了40亿的预算，和国民党搁呛中央预算变来变去，也毋过哄抢的。那是执政党也搁有发出要全民普发1万的国民党。这一听就知道不太合理嘛，所以算了，我不太想批评国民党，你知道，就是说有这种在野党，难怪执政党这么嚣张啊，对不对？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中部的这个疫情，彰化县今仔是增加8个病例，其中有5例是甲麻雀牌卡的传播链有关系。虽然讲县政府一直咧呼吁，不过警方犹原是逐工拢有掠到有人是为着这个违反规定伫咧跛脚，敢若伫咧初六一天就掠到21个人。另外，进前点病未水果的确诊者也拢开始复原咯，讲到这个病毒是袂惊人，千万唔通甲人记记嘟嘟。彰化确诊传播链当中，最近上受注意的就是麻雀卡传播链，差不多逐工拢有新的确诊个案。不过警方也差不多逐工拢有掠到群聚拍牌，初六一天就掠到4件，拢总21个人违反着防疫规定。彰化初七新增加8例确诊个案当中，有5例甲麻雀传播链有关。好，那新增加的3位呢，一个是夫妻档的牌咖，另外呢是一个牌友，那他也传染给2个家庭的成员。那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新发现的一个新的牌咖的聚会所，它又是在另外一个乡镇。彰化县政府逐工呼吁，也是有民众无愿意遵守规定。不过彰化原来有疫情好消息，水果盘商上北微波岛染疫，造成家族12个人确诊。最近家族因已经慢慢治好出院了，不过说好生活人敲电话来厝的骂，因也希望讲民众会当理智，加淡薄包容甲体谅。不是在找战犯啊，我们不是战犯因为病毒不是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没有人愿意发生因为谁知道从被传染到发病，这就是新冠，因为就是感冒的症状，谁知道这是新冠病毒？水果商的家属是讲，敌人应该是病毒，唔是确诊者，希望大家爱小节咧。因那中部包括着台中、南投、云林，拢无新的确诊者，其中台中累计164个本土个案，已经有53个治好出院，不过也是有8个是重症。有6个是目前住在加护病房，有2位是插管。除此之外呢，这8个里面呢，大于65岁的是有5位，小于50岁的有2位。台中上少年的重症患者，敢若35岁，也搁伫咧插管治疗。詹志典强调，经过台中市政府的统计，目前台中市所有的确诊者个案当中，也搁有17个感染源不明，卫生局会持续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嘉义县和屏东今仔日是增加一个病例，嘉义大内炮地群聚感染案，佮增加一个相关的确诊者。另外，伫咧屏东的台东旅游团，正是出现一个确诊者的太太也来染病毒。那讲到移工的体检部分，高雄市政府决定要伫咧路德、南仔坑、加前镇3个科学园区设快筛站，初9就会开始啊。工作人员来早餐店门口进行消毒。嘉义大拿炮地群聚专案，初一个加一个小维个案，是初一公布的早餐店母囝家属隔离期间身体无拄好就医了确诊。隔离的第7天，他开始出现喉咙痛，那有跟我们做反应，那所以我们就安排防疫计程车，送到所谓的医院，去做相关的采检。另外，屏东县新增加一个是进前台东旅游团专案确诊的太太，伫隔离结束前采检确诊。从5月24号原要隔离到6月6号，那在隔离结束前，我们在6月5号给他做采检。那采检以后也确诊。国内电子大厂连续传出群聚感染，也互真济科技产业甲科学园区高雄批评正案，提出包括着某间公司的移工袂使揽做伙大只的企业风险管控规定，并决定伫路德、南仔坑甲前镇3个园区设快筛站，一定初9开始7天内要扩大采检10380人。针对所有的外籍劳工，依照不同的风险等级来做扩大的筛检。那希望这3个园区能够在3天之内设置完成筛检站，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所有移工的筛检。因应50日年假要到啊，台南甲嘉义拢提出奖金也是换肉粽的方式，鼓励民众退票。高雄市要求回乡的人爱自主健康管理。返乡回到高雄，但是你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那尤其在家里面，这个绝对要戴上口罩。另外，高雄为了加强高铁代替客运站的实联制执行，除了确实掌握到上路车的旅客，也让旅客扫完简讯实联制了后，用简讯通知高雄的防疫规定，提醒回乡的人爱遵守规定，莫变做防疫的老胖。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有一位查某移工，本地是要去到病院照顾别人，入去病院进前说一个发烧，快筛了后也是阳性，落尾伊就是失踪去啊。警方昨伫桃园龟山也找到这位移工，也甲伊移送去隔离治疗。新北市警察局强调讲，到昨为止，伫咧新北市失去联络的有756位确诊者，到今拢有全部找到啊。太吵了，太吵了！警方到场讲，移工伤惨，这8名移工昨暗无顾到防疫禁令，同齐做伙啉酒跋筊，加上跋筊罪，佮依法送卫生局裁罚。将5名参与赌博行为移工依赌博罪移送外，更对在场8人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函请主管单位裁罚。大概15分钟吧。卫生局人员将4人的确诊移工送到检疫所隔离。因为3天前，伊原本要到新北一间病院担任临时看护，去互病院的检测站发现体温异常，快筛呈现阳性，2天了后确诊，伊去4人啊。警方找到孙山伫桃园龟山，将伊找到，通报隔离。那我们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全力追查。那也很快的，在昨天晚间，顺利行宪在桃园将他寻获到案。新北市警局强调，5月中旬以来到初6为止，新北市连的756名确诊者拢已经找到。伊提醒移工甲请伊的头家落实防疫措施，避免疫情扩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印度的确诊人数已经要到2900万例，30几万人死亡。不过病例数量有伫咧降，目前已经有1亿7千万人注过头一档的疫苗咯，人数也超过美国。另外，以色列也开始甲12岁到16岁青少年注疫苗啊。印度过去24点钟新增加确诊100636例，新增加死亡的2427人，已经比5月高峰大港超过41万新病例，也甲4000人死亡，大幅度降低真济，显示第2波疫情已经有较起落来。印度一寡城市初7也渐渐放宽防疫的限制。印度当地大规模注疫苗，第4大城海德拉巴的大型疫苗注射中心，一天会当替4万人注印度迄间公司所生产的 AZ 疫苗。Only way you can defeat the third wave is to get vaccinated. So the maximum vaccination, less number of people getting infected in the third wave.
也是西明加拉邦的守护者各达当地将马术改装做疫苗注射站，来加紧疫苗注射速度。根据印度卫生当局初3的统计，印度已经替1.72亿人注过第一剂疫苗，超过美国的1.69亿人。不过以总体疫苗注射的数量来讲，美国也是以超过3亿剂排全球的冠军，领先第2名印度2.3亿剂。美国平均每天会当替93至100万人注疫苗。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初6在美国传染病权威福奇博士等人的陪同下，前往纽约一间由教堂地下室所盖的疫苗注射站，替工作人员加油。当地已经开始替12岁以上的学生囡仔来注疫苗。We're going to end this outbreak for absolutely certain, and the vehicle to ending it is vaccination. 但是疫苗每100人注射率排全球冠军的以色列，顶礼拜已经通过紧急授权，初6也对着美国的脚步，替12至16岁高风险族群注过辉瑞疫苗。上尾的目标是要赶紧让全国930万人全部拢注过疫苗，让生活会当完全恢复正常。公视新闻金元庆编译。有一位伫挪威卫生单位的医生表示讲因为武汉肺炎住院的病人已经是去年热天以来上少一回，伊也认为挪威疫情已经结束了。另外，伫咧意大利的威尼斯，初5有一架邮轮载着650名游客出去外口旅行，有人认为恢复经济是一个真好的现象，所有人认为安尼做无妥当。地中海中运公司 MSC 集团下骹营业级邮轮舰队的管乐号，是一只有16盏甲板悬、92409吨的巨型邮轮，通常会当坐3000个人。不过，初5为威尼斯出发，前往意大利的南部希腊甲克罗埃西亚小岛的行程，因为考虑到防疫社交距离，只会当坐650个旅客。所有的人阁要提出4天内采检阴性的证明，而且伫现场阁一摆接受采检了后，才会当上船。管乐号为主代卡运河出海的过程，边有2船人咧游行，一船是庆祝巨型邮轮重新出航的支持者，另外一船是人数更较侪的环保团体。Da veneziana vedo passare questi mostri, quelli che io considero dei mostri, e mi sento piccola. Sento piccola io e sento piccola la città rispetto a questi giganti che passano. 这反对邮轮的人，烦恼是邮轮对环境和文化遗产的影响。认为邮轮引起的大浪会侵蚀威尼斯历史建筑的地基，伤害脆弱的内河生态系统。欧洲3波新冠疫情，伫咧北欧的挪威，人口密度较低，而且确诊数若开始压悬，政府甲卫生部门就赶紧采取行动控制疫情，互挪威成为感染率上低的国家之一。初6公共卫生研究所感染管制中心首席医师奥维兹兰德宣布，新冠患者的住院率降到去年热天以来上低数字。伊认为挪威的新冠疫情已经结束。对这件代志，挪威健康理事会副会长纳克斯塔德有无同的看法。伊认为伫8、9月所有的大人注第2档疫苗进前，防疫也袂当放零。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 AM 新闻由原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人数。今仔日新增加211个本土病例，死亡病例有26个人。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是增加82例，台北市60例，苗栗45例，彰化8例，新竹市桃园、平湖县、嘉南拢是增加3例。这个宜兰县、嘉义县、屏东县、新竹县拢是增加1例。目前咱全台湾已经有11491例了，本土病例部分有10290例，死亡的人数有286人。讲到目前是全国防疫3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学校也直接停课到休热。湘北地区也针对着休热期间的辅导加夏令营，目前是爱停校到7月中才好来决定讲敢要开放。另外，安亲班、补习班也着爱配合停课到7月初2，到时阵才来看讲敢有法度解除3级警戒。因应全国3级管制延长，湘北市政府也确定7月初5结业式了后，高中以下学校暑期辅导也是夏令营7月拢先停办，7月中再来看3级管制是不是结束，来决定8月是不是会当办。暑假的活动原则上我们会先这个取消就是说各校都取消。当然，这个疫情的发展我们会随时再来因应。如果
它整个疫情能够降为2级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分流和符合防疫规范的一个原则下，慢慢的来让活动或是让相关的一个课程能够恢复。若是安亲班甲补习班，目前依照教育部的规定，实体课程爱停课到7月初2。若是解除3级警戒，才会当恢复，无才敢会当维持线顶上课。虽然讲是防疫考量，也毋过面对停课严加休热，所来可能无所在会当收托，不少家长也是毋知要安怎。我们现在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啊。那即使现在补习班有线上的课程，可是线上课程毕竟跟实体的教学课程是不一样的。工作上，现在是可以居家上班，可是不太确定老板是可以忍受这样子的状况到什么时候。不少家庭早伫几个月前就安排好囡仔的休热活动，即马全部爱停来。有家长是烦恼讲持续请防疫照顾假，毋但影响工作，原来影响收入。毋过面对有史以来上较严重的这个疫情，嘛敢会当行一步算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今年高雄市大部分的学校拢取消毕业典礼。不过，依然有100多间的学校是甲规模缩小，或者是改做线顶的来举办。今年有学校就是利用古水的机器人代替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有学校是提早制作毕业影片代替毕业典礼，让学生一个不同款的回忆。想过说会是用这种形式跟你们 say goodbye。毕业典礼会场坐伫椅仔的，毋是学生，是一个机械人。每一个机械人拢有名，伊的面会当看到囡仔的笑容。今年做公国小28个毕业生，就是踮伫厝内，透过机械人参加因的线顶毕业典礼。凯比机器人的部分的话，它其实本身就是有摄影机，那也可以有荧幕，让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场的画面。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状况下，那学生就可以融入我们现场的环境。因为拄着疫情，做公国小才想到学校有7台古水的机械人，会当代替毕业生参加典礼。校长阁四界去甲别个学校参详，才借到拢总28台。同一天举办线顶毕业典礼，阁有左营国中吴佳慧同学上台领奖。那看影片，学生徛好正惊礼，就亲像家己受奖。左营国中今年600多个毕业生，拢是伫线顶参加毕业典礼。因为防疫的问题，拢袂当大人全部集中，所以拢爱一个人过来录，录以后再拍字。即马来即做伙，搁配音乐，所以比真正的毕业典礼实在是搁加足麻烦安尼。左营国中的老师嘛，利用停课伫门口画即个3D 地景图，毋望疫情过去，毕业生会当转来学校拍卡翕相。今年高雄市有123间学校改办线顶的毕业典礼，有6成的学校取消。阿莲国小虽然取消典礼，不过老师甲学生做伙，甲165位毕业生的笑容，斗成一张大型的毕业相片，嘛是疫情中难忘的回忆。记者陈嘉文、刘伟做高雄报道。政府即马有要求着爱是连接，民众只要用手机扫 QR code， 就会当传简讯到1922记录活动行踪。不过，警政署也烦恼讲，有人会伫咧 QR code 顶头变鬼变怪，民众若无注意扫到 QR code， 毋是政府的，恐惊会害民众开大钱，甚至佫会泄露个人资料出去。那我忙的时候，一个人顾摊的时候，我就放那么高 ，OK 啊。到环境了，会将 QR code 挂较悬咧，才袂生意一无形，互人换 QR code 的大卡，互不知情民众扫描了后，将简讯传到爱付尽管费用的号码受骗。像我在别的市场里面，有老人家不会做的话，我们就帮他弄好了之后，也是跟他讲，挂在比较不容易被人家拿走的那个地方，这样会比较好。疫情严重之下，行政开发简讯实联制，民众到点头消费拢爱扫描 QR code 记录活动行踪。不过最近有网络社团咧讨论，有诈骗集团会偷偷换点头 QR code， 民众若无注意，就会连接到爱付尽管费用的号码，不知了钱，购主也会泄露。少有第一次有那个就是正确的地方，如果之后几乎都是跳到那个简讯同一个栏位，我应该会确认一下。如果突然说跳到他那个栏位是只有我这一则讯息的话，我可能会注意看一下。通常都会写了，我没有扫那个。
防诈骗，其实都一样啊。你写的个字也会外流，一样。如果不小心，警察局提醒点头，爱无定期检查 QR code 才袂互歹徒换掉。民众扫描时阵，简讯传送进前也要确定传出的对象是1922。民众在传简讯之前，应注意是否将简讯传给1922代码。如果是导入其他网站或是其他号码的话，就有可能增加被诈骗的风险。民众烦恼被骗，警方也伫反诈骗的官方网站加强宣导，希望民众提高警觉。虽然目前无受害民众报案，不过烦恼诈骗集团以利用换太多的手法来诈骗，特别提出警告，请民众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县的部分已经是连续4天无出现确诊病例咯，不过分配予台东的5100担疫苗也拢注了啦。目前县政府也找到一个空旷地点，通好建造疫苗注射站。另外，台东机场的快筛站也已经开始运作咯。台东县有一个高龄确诊病人不幸死亡，即马伫偏乡高龄人口比例超过2成以上的东海岸，民众希望会当早日有疫苗提供给老人住。能够尽快给我们一些疫苗，让我们这些老人家能够优先的来施打哈，然后免于这种恐惧哈。政府统计，中央批发的5100担疫苗，伫6月初4已经全部注还，无库存。第一线医护人员完成注射率有74%，接着要需要1000担，才会当予所有的医护拢注完第一担。另外，甲民众第一线接触的经销人员，注射率大约有70%左右，也需要疫苗。官府当咧累积需求数量，包括高龄人口，这礼拜会向中央提出申请。其实我老实说，我们所需要的还真的是非常多。那我们希望中央赶快能够拨补大量的疫苗到地方来。为了因应一旦疫苗大量送到台东，官府已经找好市区大型的空间，像民间的组织静思堂、关的体育馆、甲基本中心科学广场，会当提供100人以上，佮会当保持人际距离的注射空间，成立疫苗快注站。一旦疫苗来了，我们就会立即开放给民众预约施打。不过疫苗什么时阵会到，目前也唔知影。官府呼吁民众也是爱做好防疫，继续保持台东零确诊。记者综合报道。6月14就是5日节，因为连续3届假期，也烦恼讲这疫情会摊开。地方政府拢希望民众尽量莫回来到故乡。为着要感谢5日节无回来的家己民众，家己关农会特别发起送南部站到恁兜活动，希望袂当回来故乡的乡亲莫当食到故乡的滋味。后礼拜就是5月节，受疫情影响，高铁车站无过去的人潮。台湾高铁表示，5月节疏运期间的订票人数已经为全国5.6万人降到4万多人。家己县长嘛感谢大家牺牲，减少5月节传播疫情的可能。那所以在这边我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咱家己的乡亲时代，那会使敲电话给你的亲戚甲好朋友，这个5日节拜托伊莫得来哈，因为嘉义县有几个案例啊，拢是为北部得来所传染的。所以，咱嘉义县袂堪只有这种风险。为要鼓励伫疫情地区无回来家己民众，家己县农会嘛准备南部站要来送予因。总干事表示，进前拢会包肉粽来送予继续入户。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把遮的肉粽转送予无法度回来家己乡亲。然后他们都会把这个退票证明给我，然后也告诉我，他们已经退票了。然后像我们收到这样的讯息，我都会给他们很正面的回馈，因为我们还是希望用鼓励的方式去取代指责。高铁强调，配合5月节疏运，嘛有加强防疫措施。每一帮车厝的座位原则，敢若安排2成以下，嘛会采用梅花座来分散民众，希望落实防疫，避免疫情传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有认定讲，空气当中的溶液粒仔是不法肺炎摊开方法之一。国内学者有人认为讲，空气无流通会增加胃病风险，建议会当用过滤或者是灭菌的方式以护空气品质。全球学术界拢在研究新冠病毒。世界卫生组织证实气溶胶是新冠病毒重要的传播途径。有学者解说，气溶胶是一种浮伫空气内底固体或者是液体细粒粒子。人若讲话、唱歌、嗽或者是喘气，就会产生直径100微米以上的喙瘻泡，佮有100微米以下的气溶胶。比喙瘻泡佮较细气溶胶，因为较轻，毋但会当伫空气当中浮较久，嘛会飞较远。飞沫通常在5秒内会降到地面上或者降到表面，
但是气胶会随着风吹，或者是本身的流速，或者是通风系统来带到环境中的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所以加强通风系统，是非常重要，还有空气中的消毒跟清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气焰甲飞行的时间佮距离比喙烂颇长。王家珍认为，通风系统不良会加速新冠疫情传开，所以加强空气的清洁甲消毒，对阻断病毒起源的传播是真重要。亲像加装黑白台网甲 UVC 紫外线灯拢有帮助。那我们平常在可以加装含有 HEPA 滤网的空气清净机，或者是房间中可以安装可以杀死病毒的紫外光灯，特别是在 UVC 这个波段。这个 UVC 它是确实可以去有效的抑制病毒的活性。王家珍嘛提醒，装紫外线灯的位置要避免直接接到目睭或者是皮肤，以免造成伤害。目前气焰家已经确定是疾病传染的途径之一。未来新的建筑应该思考要安怎强化通风系统的设计，维护大家工作甲生活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伫咧超市、药房或者是网络看到有人伫咧卖酒精，就直接买，却是买到别种的。其实酒精的含量号做乙醇，有人是去买到乙丙醇。有专家也讲，乙丙醇是会当摕来消毒，不过上好莫喷伫咧空嘴顶头。市面上的酒精，大部分的人可能袂去注意成分。这几天面册顶悬有价人，发现家己买到的酒精面顶写着清洁酒精，不过成分毋是乙醇，真足甲看是乙丙醇，就是买到工业用的酒精，感觉互骗去。但是他们两个都是长期在当做消毒液在使用。对。那乙丙醇确实它的味道跟刺激性会比乙醇再强一点点，但是它也是一样是安全的。那目前不管是美国还是台湾啊，都有发布公文说，如果当乙醇缺货的话，是可以使用乙丙醇当做替代的。药师表示，市面上的清洁酒精顶悬大纸，若成分写 ethanol 是乙醇，若是写着 isopropyl alcohol 是乙丙醇。原则上，两种拢是即卖防疫酒精，因为制作的过程无经过杀菌，通常用伫环境的消毒，要用伫喷手其实嘛无问题，只是袂当掺医疗用的酒精乙醇同款，用伫医疗器材，还是直接用伫皮肤、空嘴来消毒。药用酒精是医疗在使用的，它是有医药字号的，但是目前大部分都送往医院了，所以市面上会比较难找到。那这个酒精药用的是可以直接喷在肌肤上的。经济部中部办公室嘛表示，目前酒精核准的成分有乙丙醇、乙醇掺丙醇。照商标法，若商品成分写乙丙醇，标识就无应该写75%的酒精，可能会互人误会。另外，标识除了英文，嘛应该要有中文字。这部分会搁甲辅导相关业者，嘛呼吁民众买进前就要看详细。记者电话问调随台报道。讲到最近即阵黄沙湖暂时解除欠水问题，水库的水带有增加2亿吨，是咱全台湾用2礼拜水量。水利署伫今仔日也召开科花应变会议，也表示讲将化分林的水情订户转做是水情提醒测定，南投高雄恢复水情正常，其他所在是暂时无改变。拜一，黄川湖方面由原伫台湾顶面，不过结果已经减少，落雨转雨。不过过头了后，部分地区犹原有强降雨。气象局提醒，这一礼拜也是有午后热对流发展，要注意短时强降雨。中午以后，各地会有午后雷阵雨。在下午后雷阵雨的时候，中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至于星期五以后呢？星期五到星期六这段时间，台湾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恒春半岛和花东地区可能整天断续有一些短暂阵雨的几率。这一波黄川湖方面，伫拜六为中南部以南带来未少雨量，全台各水库入水大约2.1亿吨。像莲溪潭水库跳水率回升到21.1%，南部站分水库12.9%，乌山湖水库超过6成，拢总入水5570万吨。另外，提供苗栗用水的永和山水库、支援新竹用水的石门水库、宝山第2水库跳水率拢有明显的提升。水情订户部分，水利署表示，将化分林转为水情提前测定，南投高雄恢复水情正常，其他地区维持不变。未来
一场类似这样子规模的这个雨量，在我们水库的集水区，针对于水情就会有大大的缓解，让我们全国的水情可以恢复正常。气象专家分析，黄色雨季将进入尾声，后礼拜起将正式进入热天的天气形态。到了下个礼拜要注意的就是说，看这个西南季风有没有牺牲到这个菲律宾，还有一个高压会不会增强？因为如果这两个呢有一些交互作用的话，就有可能有一些热带扰动，就有可能会发展起来。专家分析未来一礼拜台湾的天气将渐渐回温，日时啊，哪热，过道有局部午后热对流发展的机会。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扰动发展将会继续关注。记者综合报道。美军飞行权伫咧过去10年来记录到超过120届，可能是外星人飞碟的飞行物体。针对着这个影片，美国国防部按算伫这个月会对国会来提出报告。为早期的星际大战系列，加尾的星际终结者 ID4， 到底是不是有外星人？咱地球人甲这个外星生物中间的冲突，大概拢是影视也甲大众文化真有兴趣的题材。那引起咱人真有興趣，拢是軍方飛行員，也是民眾無意間發現這個不明飛行物體 UFO。There's a whole fleet of them. Look on the ASA. Oh my gosh. They're all going against the wind. The wind's 120 knots from the west. These clearly weren't weather anomalies. These weren't artifacts of the camera. These were real, indeed, objects, and they were in our controlled airspace, and we did not know what they were. 美軍有這種嘅記錄，甲 UFO 空中相拄超過120屆。那美國政府對因攏無了解，嘛差不多無對外說明，互外界對 UFO 甲外星人充滿各種嘅新奇想法。除了千奇百怪嘅影視作品，這個疑問也引起後來各種嘅太空計劃，以探索外星生物為目標。然呢，這到底是毋是美軍在測試什麼秘密嘅武器呢？專家分析認為，無任何證據會當證明。There's no evidence that these phenomena are from secret U.S. programs, which has been a hypothesis that people have long speculated about. And it doesn't establish a definitive link to extraterrestrial life or alien life, but it doesn't rule it out either. 講較簡單者，就是美國政府觀察分析幾多10年，對 UFO 無清楚的答案，只有更較濟問題。所以有觀察家是煩惱講，若做是中國還是俄羅斯的秘密武器，美國在完全無了解情況下，當然嘛無反制的方法。不過，這攏只是啲謠爾。公視新聞徐家人編譯。最近天氣真變化，明仔載氣象咱做伙來詳細看。北部地區對24度到32度，中部地區對24度到32度，南部地區對25度到32度。東部地區對25度到30度。再來看外島地區，對22度到30度。節目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的新聞，我是嘉豪，咱明仔載同一時間再會。